啊，我想表演，这个可以，多少吗？今天有点早，7:50就开始了，这个应季来的比较早嘛。啊，就上了打工，你们来噻。我个都真正怕的，多少打打。今天开始比较早，7:50就开始，因为应季来的比较早。8月26吧，26、27、27、28。现在时间多少？现在我看夏王清这几天都有很高。没有，今天小朋友太高。Hello。这要把女儿带到的，然后我小学同学的女儿，咱们抱一下嘛，咱们抱一下。哦，你好久没看。他手指牵到我好脸嘛。哦，你牵到嘛，牵到。把那个装到上面。专门装到上头。来，我抱过来噻。乖不乖？这个狗狗很受欢迎的，两边都要。一个就可以。好，牵好哈。我们跟他走哈。他要在外边，他们在这旁边玩。他要在，他们要在旁边，你在那玩。我去看看。好。把那个取下来。我开始好像看到有人没人出来。那往里面，往里面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欢欢，欢乐的欢。欢欢。欢乐的欢。对。你差点把他的腿踩到。啊，没有，不会踩，
走吧，慢慢走，走吧。我们快跟着走。起来，先拍旁边。我爸爸。别让他跟到队伍。哎呀，你别动嘛，欢欢。我把你拉着。把他准备起来。他不喜欢。伙伴，他要往外面走，他要往外面走，你走外面去吧。哎，伙伴，他要往外面走，往外面走。妈妈去外面。他要去外面。好，小朋友，先给我牵上几个吧，别别看我你也是。赶快过来，这边走。你跟着我走，慢慢跟我走，还有跟着我走，到了吗？来，帮我抱。他不喜欢我们抱他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我们摸他。慢慢就习惯了。你们看得清楚。那个手机拿了，你把后面往后面靠。对，就这样。那个啥都不小。杯美酒，这样拍摄。四十哦，快点30。唱不唱不
他跟着他找我是不是？哦，那边那个有个，那边有个狗狗，那边有个狗狗。你把它压起来，等一下。千万不要叫啊！我习惯你在广州吧？来抱一下吧，你帮我弄一下，我想，你让那个叔叔，我想抱他，你帮我弄一下吧，像他这样好。这样子，好，给我吧。说你把人家丢掉了。这个绳子啦，小朋友。怎么翻过去啊？手机翻过去的了。这样，那这个我都有四周是不是？就他们手机横过来看一下。那这个字能不能翻过去啊？我这刚才这边看到一个字，这个字形像不行，这个抖音好像都是这样子，他们很多都这样子。直接看的话，你手机直接看就直接横过来看就最好。这样是最方便，要么你问他们喜不喜欢这样看，他们有些要留言，他要。那应该不喜欢看。我不知道，你问他们喜不喜欢。那应该不行。我想换个方法抱他。那就这样可以。你在跳毛毛雨了。今天17穿新衣服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手机拿过来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50%电啊！
们3个，应该是4个，还有那个17在旁边。还有17在后面，17穿了新衣服。公博还有瑶瑶，还有曲珍，17，他们4个人，我们加3个。是用处要拍视频的。哎，17有点帅。吓我的天！我以为它要咬我的腿呢。就行了，不要放，不要放。那闻到其他狗狗的尿尿了。是，还在闻狗狗走的味道。对，别的狗狗走的。有点飘毛毛雨了，有点下雨。17在这儿，17和我们在一起。还有瑶瑶，是4人组，他们以前叫3人组，因为竞争一样嘛，原来嘛，非常的特别远嘛，就他们3个人后面。
只有和成都他们实力在一起。反正他拖了地下了。但是他如果要乱跑，他不被冲出去的，他要跟着我走，我走的话他也跟着我跑。没有了。张楚真。
这个正在往上。啊，小磊，等你们搞完了哈。老大回来了。哎，远吉，我是叫我是在。哎，错了，其实那个是不叫我的女儿嘛？他们连桌子了，那个是不叫我的女儿，是使用者看一下。啊，应该是我有伞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不要打个伞呀？他让我抱，抱嘛。他喜欢他主人。抱嘛，抱。等一下，我抱一下。等他抱一会儿，要不要狗狗要生气？他喜欢他主人。等会儿再抱给你啊。你爸爸妈妈去哪去了？你爸爸好像在跳，你妈妈我也没看见。哦，好吧。下等几分钟他就好了，等几分钟他要让我抱一下，等会儿再。快点睡，快点睡！不弄他，他要他主人抱一会儿，你们先别玩了。等主人抱一会儿你们再玩啊！现在需要主人抱。先把饭放进去。我帮我帮忙抱哈啊！说不定15个，又剩15个啊！反正绳子不用管它也可以，没事。反正拖到地下也，拖上放下来哈。他应该不知道，看一下啊。拿去吧。下雨喽，又下雨了，又在下雨，又在下雨。对啊，下毛毛雨有点大，没怎么大。好吧，喝水，好吧，喝水，好。紧张。哦，下大了，下大了。戴总今天头发扎了一下，比会年轻一点点哦。英卓昨天披的头发。这里。对，2根，直接卡进去就行。对。下雨了，你们怕雨？还让你抱。对，没有抱。来嘛，下雨了，潘英他觉得下雨他就要抱。抱嘛。抱。他为什么下雨叫你呢？他在找主人嘛。下雨了，来把伞打起。你们打伞嘛，好。你们两个打起伞嘛，你们俩打伞哈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淋到雨了哈，你们两个打伞哈。
就是我今天发照片嘛，就是今晚上下雨，但是没想到今晚下不了多久，没说今天也下雨。应该下不了多久吧，一停就停了6小时。大家幸运。太拥挤的笑，哈哈，太拥挤。这个能打招呼。来了个戴眼镜的是呗，新的。成都这边也差不多，但是不是每天下放，他们都是晚上下，晚上一般1点钟到早上5点钟。小毛球。说一下他们的说话。我刚刚说话的时候就去上山。大溜伞。我这边呢？大溜伞。他们报了的。他们娃娃。这是我女儿，这是我小老虎的女儿和那个他同事的女儿。红博还有17，还有那个举灯，一人拿个伞，一人拿个伞，像我们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就去地下室那边跳伞了，但人挤不下啊那边，人太多了。我要伞拿不出来，我背到包包里面了，一点都不好。来，狗狗拍下来。拍了，拍了，已经拍了。
儿更就是莫名，不能叫我别没家自拍，你那么大家了，你出了那个中间的，见了有几遍就白眼泪。他们也是在打伞。哎，在高原的那边也是下雨。我来这儿几分钟就下雨了，哎呀，早哎呀，出去9天，好几天都在下雨。天天都下雨。现在都正好是雨季，停了，雨停。太多雨了，点要不要去？天气不是没雨。看到娃娃一起过来，在那伟大。预报的时间没得比。对呀。我在甘州县也是，跳的就下雨了，要全部都躲雨，雨停了可以继续跳。那边停得快。去不去青阳宫呢？跳不跳？带娃娃一起跳不跳？先看到个熟人。啊，小郑和那个小沈嘛，小沈两个嘛那边。打电话你怎么不接？可走了嘛？单手爷，是跟小郑比较熟。我那个。我车就在那儿的。不是啊，你车子在哪儿的？哪儿的？你现在啊？小郑去青阳宫噻。小邓，我晓得小邓。好了，那里面哦，里面。我把那个，这个，我的。我看他发作品的频率之高。我给他发的，这个背带是我给他发的。对啊，我给他发了好多。今天转的青阳宫。他们那个隔壁不了。哦，对。这边是地下室。都有隔壁了吧？地下室。哦，可以。地下室。等我把它放车上去了。你要钱，嘛，你给那个白马阿姨说。走吧，我这个车停旁边的，把那个关掉。